而民署設喺澳門以及離島嘅煙花爆竹燃放區今日喺中午開放，有檔主表示經濟暢旺，只要唔落雨，生意會唔錯。而行政長官何厚鏵下晝亦到咗兩個煙花燃放區。民署設喺澳門以及離島嘅煙花爆竹燃放區喺中午12點開放。設喺澳門半島嘅燃放區今年改咗喺旅遊塔附近，各個檔位都放滿咗各式各樣嘅煙花爆竹，價錢由幾蚊至到過萬都有。例如一啲100萬頭嘅爆竹就好意頭賣3880萬。有首次擺檔嘅檔主表示，今次係先攞經驗，賺錢係其次，最緊要開開心心。最緊要唔使蝕，開開心心。即係等於澳門政府一樣，年嗰啲咁嘅博彩稅年慢慢提高，唔使一下子嘅喎，真係跳得咁高嘅，亦都唔係好事。下一年我哋諗住嘅話，攞個經驗再搞啦。而舊年有投得檔位嘅檔主就表示，今年燃放區嘅設施比舊年好，而檔位亦比過去大，加上經濟好，只要唔落雨，相信會有唔錯嘅生意。好多好可觀就揾到錢啦，係咪先？尤其是香港經濟又好翻啦，係嘛？所以今年都覺得信心好大啦，係。有旅客就專程一家大細到澳門燒煙花。小朋友中意啊嘛，佢想過嚟玩啊，帶佢嚟玩咯，好好玩咯。玩咗啲。不過啲灰整咗落個頭嗰度。行政長官何厚鏵下晝亦到咗兩個燃放區，除咗派代表燒咗一串炮竹，自己亦親自燒咗幾支煙花火箭。並叫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以及其他官員一齊燒。而何厚鏵就向市民以及在場嘅人員拜個早年，祝全澳市民身體健康，萬事勝意。又多謝你哋過一年呢工作辛勞，支持我哋工作喺呢度呢，又同大家拜個早年，祝大家工作順利，身體健康。之後何厚鏵就再到咗離島嘅燃放區。除咗佢自己以及其他官員，亦邀請咗傳媒一齊燒煙花火箭，與眾同樂。